Subaru 藤原文太都話係實用又好開嘅車，而我哋今日揸緊呢一架掃把佬咧，一次過滿足你 N 個願望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呢一架係日版10代 STI， 即係顧名思義係用 EJ20 機器啦，6速波箱加 DCCD 再加 EJ20呢個組合係好罕有之外，仲有啲乜嘢願望可以幫你達成到咧？10代係有丟 AVCS 嘅，有2次進氣嘅，咁即係生死氣 cam 咧都有 VVTi 咁解嘅啫。咁另外4道門5個位，咁佢係唯一一代掃把佬係 hatchback 嚟嘅。咁再加上咧，佢由2007年嘅10代去到2020幾年嘅底盤件、引擎件好多嘢大致略同嘅，因為佢哋都係用 Phase 3嘅 EJ207。啲手位、腳位同埋個波棍咧，佢係直插式波棍嚟嘅。因為咧好多其他嘅車，即係例如你話我買架閪巴佬啦，或者買架同級車，俾貴啲，我俾貴1倍價錢買架路神 ，sorry 啊，嗰個波箱咧都係喺前邊嘅，喺機器隔離嘅，而唔係喺乘客位同司機位中間下邊嘅。咁所以咧佢拉2條威亞落去控制嗰個波叉，再俾個 gear 入波咁樣。呢個直插式咧，我一摸落去，我好似摸緊啲齒輪咁樣，好好 feel 嘅。